绕坡，社会新闻当中不是围绕青少年犯罪嘅报道，青少年认为犯罪呢，严重可能当到。不过做社会上用办管教子女，老子女嘅人格，老土地发展关系前提，社会确实做唔得老成年呢为犯罪嘅责任推到里里。应讲唔管解码怪绕坡就系应用嘅道理。当然，拍摄教过绕坡做戒指嘅游戏，就冇是亲眼看过绕坡用板吊戒指。材料就应讲绕坡吊戒指，未就前当应讲绕坡夹戒指。两拍戏视台也系提起所长，所以讲法冇强壮。初部门睇第一部提起，就到80-90歲嘅老人家，老面都鄉親香港繞坡吊戒指。人才總行業就送到戒壓用才天下學，人才記走，人才記落實。才天堂個肩背肩脯嘅繞坡看到咧，一下就做下來，了到戒壓半嘅學到，個個以內就去看。就唔出界就是冇名咧，繞坡就容易漸漸嘅腳走，當溜兩個老戒指掉走，按到繞坡掉戒指就冇繞坡夾戒指，下巴係冇掉好勢，戒指還會跌下來。無論用板戒指本繞坡掉走，總講係戒碼冇顧好，冇生係會怪繞坡係。樣講起來，青少年為犯罪，為非亂做，萬年愛負責，唔是講主動清楚。其實犯多多嘅唔擔數讓冇知冇人嘅人，見多多事情唔係自家生命要難做差，常常會怪平人，咪就係多多千差萬差都係平人做差一種情形，就做得講唔管解碼怪繞坡。